父母在孩子的成長路上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，而學校同樣擔當着教育孩子的責任。通過家校合作，可以引導孩子達至全人發展。讓家長與學校合作，認識與孩子溝通的適當技巧。家長與學校進行有效溝通，能讓彼此互相了解。家長與學校須保持適當的聯繫，貫徹教育孩子的方式，並達成共識，共同合作，以作孩子更好的發展。以下有幾種溝通技巧：一、家長避免發表貶低對方的言論。在孩子面前，應避免發表一些貶低對方的言論。家長和老師同樣是孩子成長路上的引導者，雙方目的都是希望孩子能愉快地成長。若然家長在孩子面前批評老師的教學方法、態度等，其實會讓孩子懷疑老師的專業性，讓老師的威嚴形象逐漸下降，難以讓孩子跟從老師的教學方式去學習，無形中令老師的教學失去權威。二、必要時聯繫老師。當孩子出現問題時，需即時溝通。若然孩子在家裏出現問題，而家長無法解決，應即時聯繫老師。不過，家長可以先視乎事情的急切性，再與老師商確清楚時間同地點，以免影響到對方的休息時間。三、需要尊重老師。家長不應因為自己是家長的身份便自視過高，認為對方只是在打工。應該以有禮的態度與老師對話，讓雙方商談過程更為流暢、舒服。家長認識積極與學校取得溝通的方法。一、出席家長日。家長不要過於被動地依賴學校安排的活動，除了先前文章提到的講座、問卷等方法外，家長也要積極與學校進行溝通。例如，盡可能出席家長日，因為這是一個能了解孩子學業、人際關係同品行的最佳時機，避免因為工作繁忙便推卻，可以令約時間的替代手段。二、平日多主動詢問孩子表現。在平日接送孩子上學及放學時，可以簡單、主動地詢問孩子當天的表現，這樣能即時地了解孩子的情況。若然真的出現不良表現，也可以立刻糾正。三、參與家長委員會。家長可以參與家長委員會，對學校提出不同建議，完善家校合作的問題。當面對孩子的需要或困難時，家長和學校如何透過有效溝通和合作，共同解決問題？一、參考和聽取老師提供家庭教育的方法。進行家校溝通時，家長和老師會探討孩子最近的情況，可能會討論孩子的問題。面對孩子的問題，家長容易感到不知所措。作為老師，便需要為家長提供適切的家庭教育方法建議，讓家長能適當地教育孩子，以免用錯方法，弄巧成拙。二、尋找家長團體的協助。家長團體擁有一群同樣經歷孩子成長狀況的家長，透過家長間分享彼此的經驗，有助處理孩子的成長問題。而且有些學生的問題單靠老師未必能妥善處理，但是透過家校溝通，其他家長可以得知事情的嚴重性及迫切性，並且伸出援手，共同幫助孩子。總括而言，家校合作形式多樣，家長需要主動積極與學校進行溝通，才能讓孩子在知性、體能、專業、心理、社群及靈性等方面達到全面發展。